你知唔知粵語傳承幾難啊？你唔講，我唔講，再咁落去，粵語好快就消失啦。梗係喎，但係依家嘅短視頻都係以普通話為主，粵語內容嘅曝光率又太低，很難搞的喎。難咪難咯，難都要堅持做落去㗎。其實我係咯，話時話粵語傳承點解會咁慢㗎？核心代際斷層，使用場景全面收縮，文化吸引力下降，幾乎係系統性嘅困境。唔明啊？依家嘅後生仔咧已經斷檔㗎啦，屋企嘅祖輩使用粵語係89%，孫輩你話幾多啊？係剩翻嗰11%。校園入邊仲過分，使用普通話已經係98.93%，咁粵語剩翻幾多啊？又冇系統式教材。5大核心難點層層疊加，家庭入邊第一傳承陣地失守，父母習慣講普通話，返到屋企又係講普通話，外來嘅家庭家長唔識粵語，又冇辦法傳承，又產生咗誤區，令到佢哋咧驚影響普通話，又覺得老土，主動去放棄粵語嘅教學，結果細路仔識聽唔識講，淨係識一啲簡單嘅單詞。3. 教育結構性擠壓，社會人口使用場景全面收縮，尤其係珠三角。4. 媒體文化吸引力斷崖式下降。5. 粵語語言本身嘅學習門檻高，俚語啊、俗語啊、童謠啊嗰啲咧好快脆啦，大家都唔識噶啦，亦都好難傳承落去噶啦。一句話講晒，粵語傳承難係因為家庭、教育、社會、文化、技術全方面嘅唔支持，唔係靠個人嘅努力就可以逆轉噶啦。但係我哋做短視頻，講一下普通話也可以啊。但係我哋有啲粵語政治，普通話係講唔到噶嘛。又譬如呢幾個，嗱，你普通話點讀啫？基本上係讀唔出嘅。唔會啊，我讀你聽。登州秋，揾個 B 爽。係奔煎粗，揾級避省啊！揾個 B 爽，仲有我省死你啦！個 B 爽。阿珍，阿花咪阿車。